金花婆婆，你不在你的灵蛇岛上纳福，却跑到中原来生事，还假冒我峨眉派救难案记，这笔账应不应该算呢？要跟老身算账的门派多如牛毛，我不在乎你峨眉一派。哼，好狂啊！好，我倒要看看你手中的珊瑚金管有没有你的语气硬狂。好，这是灭绝师太的巅峰一战。当倚天剑出鞘的那一刹那，其剑气直逼金花婆婆面门，未等她有喘息之机，灭绝已经发起奋力一击。那金花婆婆的珊瑚金杖刹那间便已一分为二。这场短暂的交锋，不仅展示了峨眉掌门的深不可测，也让金花婆婆彻底收起了轻视之心。你手中拿的可是天下第一宝剑倚天剑，算你识货，果然是好剑。好，今天我认输了。眼见大势已去，金花婆婆只能黯然离场。殊不知灭绝也被她的真气所伤。可纪晓芙见到灭绝却脸色大变，她身为峨眉弟子，却无故失踪数十年，杳无音信。如今竟带着一个来历不明的女童出现。按照峨眉派的严苛门规，弟子私自在外诞下子嗣属于重罪。你是跟谁生的这个小女孩？杨逍，魔教的光明左使杨逍，是他。只是听到杨逍的名字，灭绝师太便气得浑身发抖。他与杨逍本就结怨已久，其大师姐孤红子的死便是拜杨逍所赐。也正在他愤怒之际，一个阴狠的计谋在脑海中浮现：去杀了杨逍，将功补过。不，你说什么？不，师父吩咐的任何事，弟子都绝不迟疑。我要杀杨逍，我不能做。纵使灭绝师太苦口婆心的劝导，并以门规再三相逼，而纪晓芙依然坚守本心，誓死不肯对杨逍痛下杀手。这种油盐不进的执拗，彻底触碰了灭绝的底线。你哭，留在世上我。而灭绝不仅对纪晓芙痛下杀手，还要对其幼女杨不悔斩草除根。殊不知张无忌早将这番险恶用心尽收眼底。等他们去找两个少年之时，张无忌早已带着杨不悔悄然撤离。没用的东西，连个孩子都找不到。师父，我想那孩子可能逃出谷外了。不管是不是可能，这个孽种绝不能活。出谷者是。